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freedom. I 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fear and all anxiety, to every soul held captive by depression. I speak Jesus. 'Cause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Yes, it is.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Your name is power. And we declare it now.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an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And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Oh,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Come, Holy Spirit.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静音或者震动。好，弟兄姐妹平安，来，我们一同起立，先跟你的左右邻居问一下平安，问好一下，来互相问安。拍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从头来。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宣告，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拍掌，将这颂赞荣耀归我们的上主。弟兄姐妹，请坐。何等恩典！唱这歌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主对我们是何等的恩典。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
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荣归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家，可以举手来向神来宣告。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再宣告，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再宣告，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是的，主啊，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用我们的嘴，用我们的心来献上敬拜赞美，让每日生活以敬拜赞美为开端，以敬拜赞美结束每天的工作安息。感谢赞美主。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
我与你同的是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接近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的是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我与你同的是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我只为你而活。我与你同的是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愿我一生，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愿我一生，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用重价赎回我们，使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也感谢你的保守看顾，使我们能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祝福。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再次的更新，并能行出你的旨意来荣耀你的名。你的荣耀将充满我们的国土，也使这地充满公义和怜悯，使这地充满你的祝福。愿你是我们领智慧来领受今天的信息，来活出你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时我们来奉献，奉献是感恩，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感恩的心归给
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起立，不尽软弱者你的刚强，贫穷者你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你的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所赏赐我们有丰富的生命以及生活中的各样体验，这些都是依赖在你恩典所赐下。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称颂与赞美。现在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透过陈牧师的传讲、分享与教导，求你圣灵此时充满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摆上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来奉献给你，愿你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这次来报告哈。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读本周的金句。我们读2遍啊，我们一起来读。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路加福音19节。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我们来报告啊。这个礼拜今天爱餐暂停哦，因为连续假日厂商没有办法来备餐哈。下个礼拜4月份的庆生，寿星要庆生，庆生的名单在那个周报里面在第2页，在第2页的下面。那下个礼拜是受难周，我们有禁食祷告，欢迎各位兄姐一起来参与这个禁食的祷告。在那个松大讲座在4月9号早上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聆听内心的声音，错误是学习机会的忍耐等候。讲师是曹彬颖老师，这个讲座都很好欢迎大家来聆听这个福音餐会。福音茶会，对，那个春丽跟我那个福音茶会，我们来看一个大概2分钟的那个影片。照亮。
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有。杨梅姐，你发单张发了几年了？差不多10年以上了哦。哇，那你为什么会可以发那么久？因为我跟上帝，我是有上帝爱我，所以我就来花，我就一直想做这个上帝的那个恩典专栏。放下自己，多走一里，不能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这个纯地盖哇哈，这个是外展部门，在4月26号哈福音茶会，会请这个礼拜哈跟小组长领取那个 Best 的精心礼物跟邀请卡。那4月19号前哈要实际的关心跟提出邀请，并确认参加者有没有跟区长报名、区组长报名。那继续用代祷卡为自己和 Best 来祷告哈。下一个，4月12号初心造就的 A1 课程哦，在下午6点14点，礼拜六了，4月12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 ，A2 在早上的9点半，请已经报名的兄姐准时出席。这次是实体上课OK。60周年全教会退休会5月17号到18号。礼拜六、礼拜天在古坑举行教会有补助在籍的会友500元另外释出4人房2馆作为那个2人房2人房是4300，3人房是3700。那延长报名到4月13号为止那目前报名有184个我们希望各位兄姐再踊跃的报名能够拨出时间来。复活节的踏青宣教活动我们请嘉生长老来报告。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在这边报告哈，我们4月20号我们的复活节踏青宣教的活动哈，因为我们报名的人数超出我们的预期了哈，那所以有一些事情在这边跟大家报告，那请大家注意，然后来配合哈。我们可以我们那天教会也是一样，没有准备爱餐。那我们礼拜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用餐。那我们就自己前往春恋农场。那我们的集合的时间是当天下一页，谢谢。集合的时间，报到的时间是12点半到1点20，有5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去报到。那尽量大家提早一点到，因为提早到，我们可以有做一些比较充分的准备。那我们跟自己的牧区长老跟区长领取我们的物品，那有3件的物品第一个就是门票那一张门票可以抵用春天农场100块的产品第一个是门票，然后第二个就是江南教会60周年的纪念毛巾，然后第3个就是 Tina 大面包的兑换券。那这个兑换券就是活动结束之后呢再来领取活动结束之后呢拿这个兑换票券来跟同工领取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在下周我们会把所有报名有缴费的名单我们会公布在公布栏，那我们也会通知牧区的长老那请牧区长老跟大家来协调沟通。那如果没有缴费到4月13号都还没有缴费的，那我们就会取消资格因为我们都要提早跟那个春恋农场订门票。好，那我们当天要完成的活动就是我们会有个大合照，那我们会有十字架的空拍那十字架我们有2个一个是实心的十字架，一个是空心的十字架那帮我下2页，谢谢。好，我左手边这个就是实心的十字架，那右手边就是空心的那因为我们没有彩排，
当天我们会有同工在旁边指挥，那就是听口令啦哈。那我们希望可以尽速的完成这两个照片这样子就是纪念迦南教会60周年的照片。好，那上一页。好，对，好。那我们当天也会有一些福音的行动，那就是跟雅美姐一样，我们当天会发一些祝福的卡片给桃园的市民这样子那当天也有一个打卡的活动，那不会打卡的又开始学打卡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宣传教会让大家知道说，迦南教会60周年，然后再办什么活动，然后在哪里这样子那我们会有提供3000块的奖金，那我们是以牧区为单位所以大家可以开始来学习到时候来动员，我们来拿这个奖金。好，下一页。好，那我们活动的当天我们会分2组就是会有春天农场组跟那个环保公园组。那春天农场就是在那边有一个活动，那环保公园呢，就是我们会爬山爬到环保公园。那所有的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才领取那个 Tina 的大面包跟水杯。好，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报名的，希望就是来参加。如果你没有来参加，变成浪费因为我们的门票、这些面包、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花钱购买如果你没有来参加，就变成浪费了所以如果当天没有来参加的，我们就不退费我们没有退费，那毛巾也不会发给大家这样子所以这个请大家提醒大家有报名就要来出席这样子。好，那当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带去的垃圾的垃圾袋，我们把它带走不然因为我们人数很多，如果大家垃圾都丢在那边，会造成那个春天农场的一些困扰所以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因为我们是教会办的活动，那我们如果可以很遵守，我们把垃圾都带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最后我们需要有20名的同工因为当天需要有招待、有指挥有需要同工20名。那如果可以，当天可以的来找我报名。好，以上报告。好，我们空拍的时间就是我们那天1点20报道结束之后，我们马上1点半，我们就是牧师会帮我们祷告讲几句话，然后1点40分我们就会开始空拍1点40分，那我们预计是半个小时的时间空拍1点40到2点的10分，我们就结束这个空拍的活动那我们会有空拍机，我们会有2台空拍机会升到天空那到时候我一直忘记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毛巾，这不是这一条啦这是大小是这样子。那我们一边是红色的，一边是白色的那我们在空拍的时候呢，我们会展示这个毛巾这样子那我们的毛巾就是迦南教会60周年的纪念毛巾。好，以上报告。好，谢谢。好，我们继续下一个，60周年的环岛之旅第2梯次已经报名24位，还差6位希望大概还有6位就6位兄姐来报名参与这一次的那个环岛之旅。那第3梯次的话还差19位，在9月22到9月23日那第2梯次的话报名到礼拜5 4月11号截止那第3梯次的话到6月27号礼拜5截止。好，下一个，我们恭喜王威达、杨玉新夫妇顺利产下一个女婴，叫王一菲愿主赐福新生儿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4月1号是改成4月1号，改3月31。冰秀兰姐冰秀兰姐妹在3月31号，蒙主恩召享受82岁。我们预备在4月19号早上8点入殓，礼拜9点火化，礼拜下午1点告别礼拜，在我们教会49号的2楼。那4点安放礼拜在三峡的天平山庄。那4月17号礼拜4晚上7点半记得7点半不是8点一般我们都会记8点7点半记得7点半。家庭安慰礼拜在7楼。
愿主安慰的灵与主同在。好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当中的一起同敬拜的姐妹哈，叫沈嘉玲我们欢迎她，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欢迎你继续参加哈。这是修会传道来带来的哈。好，还有牧师补充一下我们那个敏和执事的告别式，好，那已经顺利来完成了。好，也很感谢弟兄姐妹的参与还有关心。好，今天敏和的太太还有3个儿女也有到我们当中，好来代表致意。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玉云姐、恩典还有恩柔，好，还有最小的儿子恩浩，好，那我们也为他们来关心，好，继续为他们祝福。好，然后在那天的告别礼拜当中，牧师很感动就是真的看到好多的牧师的出席好，那也看见敏和他在很多的教会我们都看不到的时候，好，他真的付出很多。好，那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那一天这个台上的牧师也说玉云姐我们爱你，好，然后我们永远都是家人。好，所以我们也大家好跟玉云说，玉云我们爱你，我们都是一家人。玉云我们爱你，我们都是一家人。好，那我们也求神好带领看顾保守他们。好，请坐。好，那我们接下来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哦。喂。头一次主持那个华语的值日比较不习惯。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有一个犹太人的领袖来请教耶稣说：“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耶稣问他：“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一位以外，我再也没有良善的。你一定晓得诫命所规定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那个人回答：“这一切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这话，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卖掉你的所有财富，把财全给中人，因为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那个人一听见这话，就回头丧气，因为他非常富有。耶稣看着他，就说：“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多么难啊！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听见这话的人就问：“这样说来，谁能得救呢？”耶稣说：“人所不能的，上帝都能。”好，此时我们请陈牧师来讲道，骆驼穿针眼。在这个礼拜4月2号，我们全世界都经历了一个极大的震惊哦。这个震惊就是美国的总统宣布那一天叫做他们的解放日啊。什么解放呢？Liberation 就是他要把美国拯救出来。川普总统说，美国呢已经被不平等的这些关税呢捆绑很久。那他要重新向全世界来调整关税，一口气呢向全世界180个国家都来课征关税，提高关税。这个关税呢对全世界来讲呢带来很大的震撼哦，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同时向全世界来提高关税。而对全球的影响呢，可能就是这是一个这个叫做胆小鬼游戏。什么叫胆小鬼游戏呢？如果你看那个电影里面2台赛车，一边这边过来，一边这边过来，对撞哦，直直的对撞，谁先把方向盘转过去，
谁就输了。好，最后呢，直直的冲过去，那个就赢了。好，那这个《纽约时报》说这是一个胆小鬼游戏啊！好，川普总统呢跟全世界在玩。还有呢，对全世界的经贸体系呢，特别是 WTO 这个世界经贸组织，过去30年来，好让中国得到很好的关税的待遇啊，中国快速崛起。好，但是呢，这一次呢，好，全世界的关税不再是跟着联合国的 WTO， 好，而是由美国来决定。纽约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好说北美的经济呢，好本来是要成为一体，好现在这个美梦成为泡影。供应链不仅要重组，甚至呢会比疫情的时候情况更惨哦。还有呢，会造成各国的股市动荡啊。好，那在美国已经看到，在台湾、日本、韩国，好甚至呢，明天早上，好这个对很多的台湾的股民来讲，好有的人说啊，明天不晓得要好股市要多大的影响，但是整个经济看起来原来要成长，好这个好像又要开始放缓，甚至会衰退。还有关税也会成为川普跟世界各国谈判一个手段。如果你是在美国呢，有什么影响呢？美国首先物价会变贵，只要是进口到好，就是从我们是出口，他们是进口，进口到美国的东西呢会变贵，好，甚至连 iPhone 手机是进口还是出口，虽然它是在美国好设计，可是它的制造都在国外。所以送到美国的时候呢，好，连 iPhone 手机，好，今年的价格呢都会增加好几百块美金哦，甚至对美国的农民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消费者的信心会被打击，还有美国跟各国的关系会受到恶化，但是有可能因为这样，好，川普总统的目的是希望制造业可以回到美国。Nike 好，这个鞋子的牌子是哪个国家的 ？Nike。美国的牌子，可是没有一双的 Nike 是在美国制造的，好，全部都是在国外制造的。所以呢，好，美国总统好，他就是在挑战这些制造业，好，你要就把它拉回来，拉到美国，好，包括我们的台积电，好，上个月初好都已经宣布要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金哦，好，3兆多的台币啊，在美国设厂，设更多的厂，好，那但是呢，这个不成功变什么？成人啊，好，有可能引起美国的整个经济 GDP 会缩水，通膨会回温，但是有可能造成美元走强，好，让风险资产类，特别像加密货币啊这些投资呢，好的表现呢会走弱。这一些的预估，这些的评测呢，我们不晓得，好，但是呢，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就是当川普总统手上拿着这个看板的时候呢，第一个是 China， 第二个是欧盟，第三个是越南，第四个呢是台湾啊。中国和台湾好，在川普的这个看板，全世界100好，可以不是只有100多，200多个国家都在看这个看板呢。好，发现中国和台湾是不同的国家。好，所以跟你旁边说，中国台湾是不同的国家。好，这个道理很简单，好，可是有的人却认为这是同一个国家。好，但是呢，好，美国总统川普呢，好，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当中呢，好，有人认为这是最坏的时刻，好，但是呢，狄更斯好在写这个《双城记》的时候呢，最坏的时刻也是什么？也可能是最好的时刻。好，这个局势大坏，有可能是局势大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好如何看见上帝的带领。在耶稣来到世上，这是一个大好的时刻，但是呢，也在历史上造成一个大坏的时刻。耶稣来到世上，本来是一个神的儿子，神爱世人，但是呢，世人呢却没有去爱神的儿子，反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这40天的大斋节期，我们46天的路加福音的灵修，其实是在跟耶稣走这条路，看起来到底是好的路，坏的路。但是要走到最后才会明白，才会知道，在当下走的那个时刻，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知道。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好，路加福音的18章，有一个少年的官，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是一个年轻的官，好，是一个年轻的官。犹太人的领袖来问耶稣，
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这个问题，耶稣早就回答过马大、玛利亚。这个永生是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夺走的。好，那个我们要训练这个 ChatGPT 啊，他好像还不认识永生，所以 GPT 还不能够回答你关于永生的问题。但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上好的福分就是永远的生命，是没有人能够从你手中夺走。跟你旁边人说，上好的福分是永远的生命，上好的福分是永远的生命，没有人能够把它夺去的。但是这个少年的官，年轻有为，而且少年得志，他呢，称耶稣是良善，但是他想要问的是，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他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他觉得他有没有把握得到永生？没有，所以他来问了耶稣。耶稣反问他：“你为什么称我良善？既然不称我良善，除了上帝，再也没有良善。”所以耶稣先反问这个少年官：“你确定你要问的耶稣也是良善？”第二个，他告诉少年官：“你一定晓得诫命，哪些诫命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这里有5件事情，也是在10诫当中的后面6诫。10诫前面4诫是在对神的诫命，后面6诫有对人的诫命。所以耶稣所说的这5件事情，分别就是在10诫当中的5、6、7、8、9。5、6、7、8、9，你都要，这是诫命的规定。但是呢，这个少年官说，这一切诫命我都从小遵守了。可是耶稣告诉他，你还少1件，1件。刚才那对人的6诫里面少了第几诫？第10诫。第10诫是什么？不可贪婪。耶稣为什么没有把这一诫告诉他？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5、6、7、8、9，他说我从小到大都做。但是第10诫，耶稣在挑战他，你还缺少1件，你去做3件事情。第一个，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然后把这些钱拿去给谁？捐给穷人。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在哪里？积存在天上。最后耶稣那一件是什么？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耶稣看见是这个少年的官，犹太人的领袖，他非常的富有，可是在天上却怎样？贫穷。在地上很富足，享受奢华的生活，可是在天上呢，却非常的贫穷。所以耶稣是为他好还是为他不好？为他好，希望将来他要得永生，去到天上。你要在天上也要能够像地上一样的富足，怎么做呢？把你的产业卖掉，这些产业你买了很多的房子、很多的田园、很多的土地，但是呢，这些你有没有办法带到天上去？带不上去，怎么样可以带到天上去呢？拿去变成实际可以帮助人，捐给穷人，这样你就会有财富在天上，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可是这个少年官呢，这个年轻人呢，一听见这话就垂头丧气。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忧伤。那台语说伤心了。他真的是堆心肝。他为什么堆心肝呢？因为圣经说他怎样？非常富有。这个圣经这个意思非常富有，非常的意思是极端的。他极端的富有，就是他在那个时代当中，是一个极端富有的人。这个天国好像川普现在在玩这个关税战争、关税对等关税的游戏一样，他就跟你来硬撞。我要这样子走，你要这样子走，你到底要不要闪？如果不闪的话，2个都撞在一起。如果想撞在一起，就是两败俱伤。
但是呢，其中一个闪的话，好，一个就得胜，一个就达到他的目的啊。这个叫做 Playing Chicken， 好，就是一个懦夫的游戏，胆小鬼的游戏。好，这个在赛车电影当中，好，电影当中也常常这样子演，好像那个西部牛仔掏枪来对决一样，到底谁好先开枪，到底谁会先闪？这个少年官进天国呢，好像你就必须要说他好像要对决一样。进天国，如果你闪了，好，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少年官他有没有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没有。他有没有把他的钱拿去帮助穷人？不晓得。他有没有进到天国？不晓得。但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画面，就是这一个应该要去面对、要去冲撞的时刻，他却选择踩刹车，或是他选择把方向盘转到另外一边去，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因为他还想要留住他在地上的这些的钱财。第10诫说不可贪心，但是他好却没有办法放下，即便他知道天上永生非常的重要，但是他却留恋地上这一切的财产和资财啊。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请大家说一次。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这件事情，耶稣因为爱这个少年的官，马可福音好记载，耶稣爱他，看见他就爱他，所以耶稣也对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多么难呐！25节，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有没有看过骆驼？好，骆驼好很高大，可以说是在耶稣时代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陆行动物哦。如果耶稣是在印度的话，他就会讲什么？大象啊，他会讲泰国，他就讲大象。但是呢，他在那个地区，他就讲最大的动物跟穿过一根针好的那个针的眼好还要难。所以这意思是代表什么？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你怎么可能把一只骆驼叫它缩小，然后还可以穿过一个针的孔呢？没有办法。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个针眼呢，不仅是指一根针，他讲的呢是在讲这个城墙呢，除了白天的大门，晚上还有小门。这个小门呢叫做针眼门，而夜间呢，这个人要进出或是货物要进出呢，骆驼它身上就是用来背货物的。他要进出这个针眼门的时候呢，他就要第一个要先屈膝，然后蹲下来或是跪下来。第二个，他把他身上的货物怎样全部卸下来，然后呢，才能够穿过那个门，才能够进去到里面。所以，不管是这2种的哪一种解释，一种的解释是不可能的事情，一种的解释是你要谦卑，你要舍己，你要抛弃一切，好像耶稣要求那个少年官变卖一切的分给穷人，才能够进入那个城门，才能够进入那个天国。但是耶稣告诉他，重点是你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你要怎么样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呢？其实它就是一个 chicken chicken game playing chicken， 就是一个你是不是愿意为神来冲撞呢？永生是一条非赢即输的路。永生是一条，如果你在这上面你没有冲撞过去，你就是怎样？你就输了，就失去永生了。当这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当下，他可能就开始远离永生。如果耶稣的话还继续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脑海中，他可能某一天会想到，我必须要去帮助穷人。可是如果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去冲撞的话，永生他已经输在这条永生的路上。这是美国的对等关税，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他要跟谁来冲撞。看到上面这个图，主要呢就是要跟中国大陆在冲撞，但是呢，川普也在跟欧盟在冲撞啊。因为 WTO 世界贸易组织呢，让整个世界在定游戏是谁在定的 ？WTO 在定的。但是美国的经济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其实美国的负债很高，36兆美金啊，36兆美金什么时候还得完？1000多兆的台币永远还不完，所以对美国人来讲，反正他就继续的印美金，继续的印美金。
但是呢，透过这次的关税，好，有可能好，这是一个非输即赢呢。所以在这个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情形底下，川普好，他可能选择了一条跟世界来冲撞的路。当有人愿意闪开，有人愿意闪躲，他就找到一条活路。但是真的有人撞下去的时候呢，好，反正这个国家好已经欠这么多了，好，再背也是这样子。好，这个是牧师在想的。好，但是从这个局面来看，好，这个事情呢，好，已经是箭在弦上啊，已经是在4月9号，好，全世界都要直接的面对，所以很多的人，好，这个正在船上的货柜呢，好，他们都希望能够赶在4月9号，好，至少还能够赶一波，好，不过显然那个船的时间都已经排好，好，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有可能是最坏的时代。而当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这个少年官说，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困难，你要么就拿出勇气来面对，不然你可能就输去了这一场的游戏。第二个，耶稣要告诉人的是，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我们说一次，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身边人就说，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针眼？那这样进天国就没有人能够进去啦。但是耶稣对大家说，人所，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人所不能的，上帝都能。有的人为了骆驼穿过针眼这句话，想尽办法，到底要怎么样让骆驼可以穿过一个针眼？最后还真的有人想出办法了，好，真的做到了。他说：“我还不仅让一只骆驼可以穿过针的眼。”我可以让一个骆驼商队7只骆驼都穿过去针的眼，怎么可能呢？说我就是把骆驼做得很小很小，好，然后放在这个针的眼里面，好，不仅是7只骆驼，还有2棵棕榈树，好，这个是人的想尽办法，好，绞尽脑汁，哎呀，骆驼果然穿过针眼。但是耶稣好不是在跟我们玩文字的游戏，耶稣是在比喻形容那个不可能的情况当中，但是当这个冲撞好像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美国的关税好贸易战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人所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啊！所以耶稣说人所不能的，上帝都能，是意思是说，到底财主有没有可能进天国？人来看起来，有钱人好像没有办法啦，连骆驼都穿不过去。但是耶稣要说，在人认为不可能的，靠着上帝就可以。所以其实这个答案，有钱人到底可不可以进天国？你要说不可能，先说不可能，好，但是后面要补一句什么？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所以考大家，有钱人可不可能进天国？不可能。好，但是呢，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如果你一开始告诉他可以，我们又不是上帝。但是耶稣要说，永生的路呢，谁能够决定开门跟关门？上帝决定。永生是一条上帝在开门的路啊。所以耶稣让我们知道说，最后的决定不在于人。当你抓住神，不可能的事情都变为可能。最后耶稣好透过这个故事，也要告诉我们，今世得100倍，来世得永生。请大家说一次，今世得100倍，来世得永生。第一个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而第二个，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第三个耶稣要告诉我们是，今世要得100倍，来世得永生啊。彼得12门徒，耶稣的大弟子，第一个跑出来说：“老师，耶稣，你看，我们已经跟你跟到这里来了，离开我们的家乡，离开我们的工作，离开我们的家庭，撇下我们的家来跟从你。”29节、30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是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为上帝的国而撇下自己的房屋、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的，一定要在今世得到更多，并且在来世享受永恒的生命。”这是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的翻译。和本是今世得100倍，来世得永生。哇，听起来很响亮啊！
在今世，好，你失去为神牺牲撇下一切的，在今世上帝给你更多，但在来世你要享受的更重要的是永远的生命。好，现在已经来到4月，好，那在7年前，就是2018年的4月呢，那时候牧师在美国服侍，然后那时候呢，有一个机会，好，就去跟银行贷款，好，说想要在美国呢，好，定居买房子。那但是在美国买房子呢，好，跟台湾不一样，好，你要先拿到银行的贷款信，好，银行给你这封信说，好，他同意借钱给你，你才可以开始去看房子。你才可以去找中介这样子，所以在7年前的4月呢，我们就从银行拿到这封贷款信，银行说好，你可以借我40万，好，让我们去买房子，所以我们就在找这个40万以下的房子，哇！但是呢，好，你知道买房子就是你看这个40万以下好跟40万以上呢，好，就是说这个40万如果是你会看40万以下还是40万以上？以上嘛，好，这个就是买房子经验的人，好，你也说当然就是想要买好一点的，好，因为你现在再多花一点，以后可能就可以怎么样这样，好，所以我们就看了20几间的房子，最后20几间好缩小成为3间，好，这3间好，但是有一间哇，觉得它真的很棒，好，学区又好，然后地点又好，而且呢，以前我们住的好是在墨西哥区，现在这个房子是在这个美国人区好，你这个学区也很好，好，在那边小孩子去念书都可以比现在的环境更好，但是呢，要多5万，好，45万，所以那时候弟兄姐妹呢，教会也是在为牧师知道买房子在祷告，说这个5万好，但是有点困难，因为现在是这个卖家的市场，好，通常只有拿更多的钱出来买，不可能降价再卖给你。但是呢，从4月、5月、6月，好，那我们跟这些的卖房子的这些 seller 呢，好，跟他们好出价，好，出价之后呢，好，大部分都失败，好，可是呢，却没有想到最后呢，在7月的时候，好，这个看到40万的这个房子呢，他愿意卖，所以呢，他就说好，他愿意降价，好，按照我们所给他的价格卖给我们，哇，真的是一个在人所不能的怎样，在神凡事都能，哇，真的是上帝行神迹啊！你在这个卖家市场当中，好，这个卖家也很奇怪，好，这个房子明明很好卖，怎么3个月他都卖不出去，好，而且他还要降价卖，他也搞不清楚，好，但是呢，对于祷告的人来讲，好，他就很清楚，好，因为我们一直跟上帝祷告，上帝好，让这个房子好可以不要那么快就卖出去，好，他不晓得我们在祷告上帝好，为这个房子好，让我们可以好来住在这个里面，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但是呢，对我来讲，好，当时我们买了房子之后，好，也代表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怎样弟兄姐妹就说牧师，好，你现在买了房子了，好，你怎么样？你跑不掉了，有人你跑不掉了，你就会永远在这个教会了，好，你跑不掉了这样子，好，但是你买房子好是为了永远在这个地方，好，我也希望，但是没有想到，3年后，好，疫情发生之后，好，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上帝呢让我们决定，好，必须好要离开这个教会，好，要离开这个教会。当我们决定离开这个教会之后，发现，我们没有去找教会，可是呢，是别的教会来找我们，好，别的教会来找我们，好，当开始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上帝在带领我们，好，原来不可能离开这个教会的，结果呢，你一决定要离开之后，上帝就叫其他人来找我们，好，结果呢，找了之后，哇，我们就开始又继续的祷告，最后决定呢，好，就是要去某个教会，好，但是因为这样回到台湾，就没有想到呢，这个一回来到台湾，上帝也没有再带我们再去美国，就把我们留在台湾，好，带我们来到迦南教会。这个很多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上帝都让它变成可能。这个很多看起来是一个冲撞的事情，好，但是呢，当你直的死，好，就会直的死，好，那种好像要去撞下去，好，被拢回去那种感觉呢，可是呢是化险为夷啊。好，今天这个房子已经是登记在别人的名字下面了，好，但是呢，上帝也让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的爸爸好，因为
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台中，他就去台中买了房子，去台中买了田地。他还告诉我说：“这一块田呢，以后就留给你来玩了。”我爸爸现在正在这个田，在彰化玩一块地。他把那块地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地？迦南美地啊！迦南美地。我没有想到说，本来我在美国可以买的房子，现在回来台湾，变成有一块迦南美地啊！我也希望可以早点退休，换去那边来玩看看这样子。但是这个都是题外话，不可能的事情，上帝让它变为可能。但是前提是，当事情上帝的国跟地上的国在冲撞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边呢？彼得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彼得他是住在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湖的岸边，他是一个渔夫。如果你看圣经，他的船上面还有其他的人，就是他可能有请其他的员工。他的家庭生活环境可能不错，在当时能够请员工来帮忙抓鱼，可能他是一个家境很好的人。但是为了天国，他说：“主啊，我们已经放下一切来跟随你。”耶稣说：“跟随我，你会在今世得100倍，来世得永生。”我要请问彼得，他在今世有没有得到100倍？没有。对，你有看到彼得他跟随耶稣之后，他有变成一艘船变成100艘船吗？他有一个这个渔船公司变成100间渔船公司吗？看起来好像没有，因为彼得后来跟耶稣一路跟到耶路撒冷去，甚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躲起来。耶稣复活之后，他才又冒出来之后，变成是使徒行传5旬节的故事。彼得开始变成传道人，他要得人如得鱼。我们可以说，彼得他得到100倍的是鱼，因为耶稣让他得人如得鱼；他得到是100倍的羊，因为耶稣对他说：“彼得，你来喂养我的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彼得也得到100倍的房子。他为耶稣抛弃了房子，耶稣给他得到100倍的房子。这间教堂是我们去德国的第一站，慕尼黑。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做圣彼得教堂。在地上有多少间彼得教堂？算得完，但是我没有去调查。但是我们连去年11月13号我们去户外礼拜的真理大学那个教堂，就叫做圣彼得教堂。在这地上呢，可能有超过100间用彼得的名字的家，成为他的教堂。这是在地上，所以当一个人为了耶稣撇下一切的房屋，耶稣给他更多，而且每一个叫彼得的，都不是随随便便。最珍贵的彼得教堂在哪里？梵蒂冈，这个天主教的中心，在这个梵蒂冈，叫圣彼得大教堂，里面有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壁画，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圣物，这一切都在纪念彼得，不是只有这个人，而是纪念他为了耶稣撇下一切的房屋，一切的一切来跟随耶稣。耶稣说，财主要进天国，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眼。当这个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眼的时候，针眼不管是针眼或是针眼门，他必须要先屈膝跪下。第二个，要把他身上背的货物通通都要卸下来，他才能够进去这个城门，才能够进去这个城墙。为什么这个骆驼要进去这个城墙？一定有他的目的。如果外面可以活得更好，这个骆驼在外面就好了。一定是这个骆驼的主人知道，在里面有吃有喝有穿，有地方可以过夜，在这里面一定更安全，在这里面一定比在外面的更能够更有价值，所以他才会愿意卸下这个货物让他进去。同样，我们要进天国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卸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种失去而得到，是一个愿意看尽更重要的，而把那比较不重要的愿意撇下的过程。今世得100倍的祝福，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误解说，哇，上帝就要祝福我在今生就会得到100倍的收成。我今天奉献100块，100块下礼拜就变成1万块。我今天奉献1万块，在以后就变成多少？100万。今世得100倍的祝福，不是只有堆积
财宝在地上，而是像我们看到彼得，他的祝福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虽然他不见得看得见，但是证明彼得的家、彼得的教堂，是真的是超过100倍，他把他所有的奉献。但是耶稣对少年官说的，你还缺少一件，那个10诫当中最后一诫，不可贪心，千万不要因为你赚得全世界，却因为贪恋这个世界而失去自己的性命。这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得100倍，不是要不断的给、不断的汲取这个积聚财宝，而是要不断的能够给人，是能够把上帝给你的，你能够给出去。所以也是耶稣为什么对这个少年的有钱人说，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堆积在天上。这一切是用今世来换永生，用你像这个不义的管家，用金钱来结交朋友，能够进入永生一样。所以耶稣说，永生是一条先失后得的路。看起来好像你失去了，一开始看起来失去了，可是最后你在天上所得到的是100倍，甚至是永远的祝福。彼得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在这个 chicken game 冲撞的游戏当中，彼得赢了，12门徒赢了，但是那个少年官方向盘一打，转弯了，离开了。但是永生的门仍然在等待我们。当耶稣基督再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还有机会能够进入永生。永生是一条非赢即输，如果你没有进去，你就被撇在外面。永生的路是一条上帝开门，没有人能够为你开门的路。永生的路是一条你要先愿意失去，但你就会得到的路。在我们5月17、18的退休会当中，很感谢弟兄姐妹踊跃的报名。好，我们为了凑满5台游览车，好，剩下最后16个座位啊，16个座位。而在这个5月17号的退休会的礼拜六晚上，我们下午参观忠孝路教会，晚上我们邀请一个教会的水林教会的庄信仁牧师，他来分享他在云林水林这个地方的经验。当他去到这个水林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几年没有牧师，34年，你没有听错，一个教会34年没有牧师。好，照人来看早就怎样关门大吉了。但是呢，有一个长老，他是个学校老师，哇，他很认真的来扶持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可以撑了30几年。可是这个长老也年纪大了，也要退休了，必须要请传道师。就请来了这个庄信仁传道。这个传道那时候也是刚毕业去到那边，他就有去机构，然后毕业来到这边。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吓坏，即便他的爸爸是牧师，他的哥哥是牧师，但是呢他没有在这样子一个这么乡下的教会，而且是个水林呢，就在北港妈祖庙的过桥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很迷信又很贫瘠，在那个地方能够种出来的东西就是地瓜跟花生，没有什么高价值的经济农作物，而且年轻人都外出了，国中以后通通都去到别的地方，去到台中，去到台南，去到台北，很少留在当地。留在当地的都是老弱和妇孺啊。但是他说：“上帝啊，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我该怎么办？”很多人给他良心的建议说：“你就在这边委屈2年吧。好，2年之后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换教会了。好，你就可以去找一个更好的教会。”但是对这个牧师来讲，这是一个非输即赢。今天如果没有在这边好好的服侍，去到任何地方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所以他选择怎样跟他冲撞，跟他拼了。所以他在这个教会15、16年的时间，这个教会从8个人到现在，这个教会每个礼拜100多人，100多人在做礼拜。那么乡下的地方，很多人说真的是不可能，但是在人所不能，在神怎样？因为你冲撞下去，谁的责任？上帝的责任。上帝开门，上帝真的是见证神迹。好，在一个流失的人口快速流失的地方，好，这个
可以说是整个云林，甚至可以说整个台湾，好，这个人口密度最少的地方，但是呢，居然在那边有一个100多人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当中，大部分都还不是老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年轻人。10几年来，庄牧师好，从这些小学生开始，带他们来教会写功课，写完功课抄圣经，抄完圣经还要背圣经，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笔记一样。好，如果你有机会去那边，我先问一下，有去过水林教会的请举手。好，这边有去过。好，这边有去过。好，这边有去过。你去到那个教会，好，他们的聚会呢，好，这个晚都要写笔记，然后还要去。做完礼拜之后，还有闯关活动，还有考试啊，好，考今天牧师台上讲的什么。但是呢，这些的小学生10年后、15年后，好，长大了，出社会了，工作了，甚至现在也有一个老师，好，去当了老师，现在又去读了神学院，好，他要回来到这个教会，好，成为这个教会以后的牧师。连一个乡下的小教会都能够培养出一个自己教会的牧师，我们在都市的教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没有信心？以后谁是这个迦南教会的牧师？就是你们，好，你们或是你们的下一代，我们应该说我们的下一代。好，在这个教会，我们也要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能够继续在这个教会来服侍。在人所不能，在神怎样？凡事都能。你看我的小孩今天都不来教会，他怎么可能以后在教会服侍？但是你要记得这一句话：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们从一个围楼，好，被宣告政府公告是围楼的礼拜堂，到后来他们盖了一个5层楼还有电梯的教会，而且还在水林地方，好，有3块地。这样子不断的只有花10几年的时间，因为愿意去冲撞，就看见那个冲撞的力量，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所以甚至连这个教堂的设计图啊，好，都拿去国外参加比赛还得奖，都还拿去国外参加比赛还得奖。彼得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彼得他撇下什么呢？撇下房屋，撇下父母，撇下婚姻，撇下儿女，撇下兄弟姐妹，还有包括马可福音说撇下了田地。这6件事情重不重要？这6件事情几乎是对每一个人来讲，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6件事情，通通都在这上面。但是耶稣也会太不近人情了吧？这么重要的事情，叫我们为了上帝的国，通通撇下吗？我想我们要听清楚耶稣的意思，撇下的意思是你看到更重要的，你就让这个重要的事情变成次之。耶稣不是说把你的东西卖掉，然后跟你爸爸妈妈断绝关系，然后跟你老婆离婚，然后叫你儿子滚蛋，然后跟你的弟兄姐妹好断绝往来，好，最后呢什么都没有。那是和尚才会这样，和尚就是这样出家，好，然后7情6欲全部都断干净。上帝是呼召我们来当一个和尚吗？当一个尼姑吗？是还是不是？不是嘛？所以你不需要去为了这些事情去挣扎跟神 argue。耶稣是一个比较级，在神的家跟你自己的家，哪个比较重要？你要做出选择。你的天上的父跟地上的父母，哪个比较重要？你要有一个做出选择。你跟神的誓约，还有你跟你的配偶、丈夫、妻子的誓约，哪个比较重要？跟神的誓约比较重要。你照顾孩子比较重要，还是照顾上帝的羊比较重要？很难说了，因为到这边大家就会觉得照顾自己的孩子很重要，但是到一个程度，彼得、保罗他们看顾主的羊，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连续说3次。你照顾你自己的弟弟妹妹比较重要，还是照顾在主里面的兄姐比较重要？这也很难，但是这就是一个冲撞。你愿不愿意为了神的国去冲撞呢？当你去冲撞，这个门就为你而开。
你不愿意冲撞，你把这个方向盘撇一边，你把这个刹车踩下去，这个门依然没有办法打开，因为进天国的门是窄的。而你觉得在地上得100倍比较重要，还是在天国得永生比较重要？天国得永生比较重要。好，虽然这些左边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但是当你看到它的价值出现的时候，你会选择那更有价值的。耶稣对这个少年的人，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这个少年官，他是个义人，他从小就遵守诫命，耶稣很爱他，但是他却在耶稣呼召他的时刻，伤心难过，痛哭流涕。我也想到，当我们要离开美国，或者我们决定要卖房子的时候呢，心里面也真的很伤心。我是没有痛哭流涕的，但是心里面会不会不舍？你也会不舍，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卖了，接下来上帝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到今天回过头来看的时候，7年这个是5年过后，4年过后，你会发现这一切事情豁然开朗。原来上帝要把我带回来的，不是把我带去更远的地方，我也上帝要把我带去更远的地方。结果上帝是把我带回到以前就服侍过的地方，带回来迦南教会，因为迦南教会遇到需要，而上帝就让不可能的事情又变为可能。同样的，可是呢，这个义人他却踩了刹车，打了方向盘，就从这条路上就溜走了。可是如果我们这个礼拜继续读路加福音，你会读到19章，有一个不是义人，在人眼中是个罪人，他也是超级有钱的人，可是他跟这个少年官完全不一样的选择。那个人叫做撒该。撒该当他遇见耶稣，耶稣还没有开口呼召他，耶稣只有跟他说：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这个撒该马上接话，马上接什么？主啊，我要把我的一切的财产的一半都怎样捐给穷人。他可能听过这个少年官的故事吧，不然他怎么会这么聪明？耶稣都还没有开口，他自己先说：我要先把一半都捐给穷人，剩下来的一半我要做什么？过去我若讹诈了谁，欺骗了谁，我要加倍奉还几倍呢？4倍来还他。所以撒该在那一天当中发生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那一天他可能从最有钱的人，可能变成在耶利哥城里面最穷的人，因为他的财产可能都没有了。第二件事情，他在那一天那个城里面，耶利哥城是一个最受讨厌、被犹太人讨厌的人，但是在那一天，他可能变成是耶利哥城里面最被犹太人的穷人怎样欢迎的人。如果你是这些被他骗过的人，他拿4倍来还你，你会不会感激他？你一定会很喜欢他，很爱他。撒该在那一天，他整个人生大改变，因为他抓住了那个 timing， 勇敢的撞下去，他弄下去。结果呢，天国的门就被他撞开了。所以耶稣后面讲一句话：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使人得福。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要使人得福，叫身边人得益处。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个少年官，讲完了这个撒该，后面19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寻找拯救像撒该这样的人。有一些是自以为义，但是有一些真的是活在罪中。当你活在罪中，你想要改变，你就要像那个小儿子一样。上礼拜我们讲到浪子，你要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愿意去冲撞，你愿意去挑战自己，而不是选择那个安安逸逸、舒舒服服。耶稣啊，我要进天堂，但是呢，我要戴着太阳眼镜，我要穿着光鲜亮丽，我要进天堂，我要这个2手呢，抱着黄金、珠宝、玛瑙、钻石进天堂，你一定会很喜欢。但是耶稣说，你带这些东西来天堂是多余的，
因为人不能够用生命来换世界。今天我们的灵修17章33节，若凡想要保全性命的，就要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就要保存性命，直到永远。这是一个 paradise， 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你今天在不能理解到底美国总统在搞什么，但是最坏的时刻却有可能是最好的时刻。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永生，比你思想今生更多；让我们能够看重天国，比你看重在地上得100倍更多；让你愿意知道为什么我要撇下一切，因为财主进天国必须要谦卑下来，卸下一切。亚历山大大帝33岁做皇帝，33岁就死了。死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的棺材，2只手是伸出来的，告诉世人说，他建立了希腊帝国欧亚非。可是上帝要他去死的时候呢，2只手是空的，抓不到任何的东西。刚才我们这个礼拜为敏和兄举行的告别式，这个是让牧师印象非常深刻的告别式，因为我感觉在这告别式当中，好像是参加一位牧师的告别式一样。当天去的牧师10几位牧师，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到底发生什么事。去回想，没看到每个牧师你怎么会来，又看着你怎么会来，你怎么会来。去问之后，他说他们都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跟敏和一起在教会服侍的。他们甚至他的妹妹也是受了敏和的影响才去当牧师的。人生年轻只有一次，但是当你在一次的时候，你就选择冲撞，选择为神摆上，上帝不会亏欠，上帝不会辜负。即便你可能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即便你还来不及看你的孩子长大娶老婆嫁老公，但是上帝会把更好的永远的留在天上。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祷告。我们要祷告的是，我们自己要得着永生，我们的亲人要得着永生。透过福音茶会，透过复活节的活动，透过明天早上要出发的环岛，不论是什么样的活动，我们都是为了福音的果效，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做。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定，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或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今天，献上我们的一切，献上我们的生命。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我与你同定，我与你同定十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
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有房屋，在地上有父母，有婚姻，有儿女，有兄弟姐妹，还有田地。但是为了永生，这些东西都不值得，都不足以来换取永生。让我们能够开启属灵的眼光，知道那永远的福分。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从她手中夺去的。地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天使要一起高兴欢喜。让我们今天勇敢的选择向前，让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让我们也不要踩刹车，而是继续向着天国勇敢前进。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愿圣灵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一生一世都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面，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礼拜到此结束。还有一首歌。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们今天就会到这边，我们要离开以前彼此请安，好，也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好，如果要报名这个退休会，好，或是桌球，或是登山，好，或是环岛，好，也能够把握机会来报名。好，愿神祝福各位平安。